各位观众，这位受伤演员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据说是剧组在影视基地找的一名群众演员，而剧组们也表示一定会对这位群众演员的健康负责到底。一鸣哥，请进。你好。啊，你找谁？哦，你新来的演员吧？来。请问红姐在吗？啊，我就是啊。啊，您就是红姐是吧？我是来找刘一鸣的。是啊，人缘好呗。想你男朋友现在这么火呢，一部戏接一部戏的，下边还有3部戏等着我。那个钱我让红姐给你汇过去了。喂，关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老大还没收工呢。是吗？你放心吧，等我见到他，让他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。早点睡吧，啊！我睡不着。关海，你方便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？方便，方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。关海，你不是说冰冰和他妈想要的，你永远都给不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这么拼命？值得吗？因为我爱他呀。不管他和他的家人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尽力去做。还有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为了不让自己爱的女人去受委屈，只好自己辛苦一些。就算赔上性命也无所谓吗？就算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好了，见到大哥我会让他给你打电话的，早点睡吧，别瞎想了。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表白，相信一个你怎么来了？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！红姐都告诉我了。一鸣，你也别怪我，关海都来了，你说我还能瞒得住他吗？坐吧。那你俩先聊着，我去问问医生，咱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
哎，不是我说你小子真行是不是？你来这儿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问你话呢。我说怎么样？我给他寄的钱够用了。行了，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自己啊？真他妈没用！接。妮儿，光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他还好吗？见到了。一见面，老大就带我去喝酒，所以忘了给你打电话。我批评他了，他说以后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的，放心好了。那他现在在你身边吗？我想跟他说两句话。老爸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见光海太兴奋了，就没跟您汇报。你知道，我得让光海过来长长见识，不能让他以为这全世界只有秦兵那么一个好女人。那你自己没长长见识啊？妮儿，我相信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刘一鸣心中只有你梦妮一个人。我刘一鸣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身体，别太拼命了。我们钱够用了，我只是想让你早点回来。我也想你啊，我会尽快赶回去。你照顾好孟叔，然后在家吃好喝好玩好，乖乖的等我回去。我先去拿药了。快去忙。不许哭。妮妮，妮妮，怎么了？